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哦，感谢主的恩典哦，互咱今日过一届真好的天气，互咱过一摆来组织咧敬拜咱的主上帝。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光照阮，通互世间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这时，请咱大家来吟圣诗第121首。圣诗第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踮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疼无限纯真，将你救恩即时降临，进入阮惊吓的心。圣诗121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演出你的大仁爱。
这时，请咱游员徛伫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圣诗的头前12页，请大家齐声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的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64篇，启应文第64篇，伫圣诗后面1117页，1117页。启应文64篇，也就是雅各书1章，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照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的受亏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就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惯的邪恶。就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全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时，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万人事拢有你的旨意。现今地球大自然气候、风雨、冷寒变迁加大，疫情流传变种扩大。阮感谢你，互阮无受天气甲疫情的阻挡，会得来到你的圣殿自执敬拜阿罗你。这是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甲阮伫地，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话成做阮的气力，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主啊，也因为有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每一工拢会当倚靠你、亲近你。毋管有内在也是外在困难，阮拢也知。主你甲阮同在，互阮袂感觉孤单甲惊吓。因为有你，阮的心
会当平静，也会当安慰，因为阮知你的恩典是够阮用，嘛永远有够额的。主啊，嘛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莫贪图世俗的物质的享受，拒绝身边的诱惑，因为这是看得到的，拢是暂时的。请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尽心、尽性、尽意来跟对你，来搁较认拜你，互阮会当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顶面。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扶持带领阮台湾平安经过即届的风台，甲台中的低温，虽然无人员的死失，但是台湾东北部甲花莲犹原造成严重的水灾。恳求上帝慈悲怜悯，安慰受灾者，并赏赐政府官员有上帝的智慧，来带领各灾区的灾后重建，互因紧紧恢复正常的生活。亲爱的主，也感谢你，互阮会当成长、生活伫台湾这片美好、你所祝福看顾的土地上。也感谢你，赐予台湾这片土地有民主甲自由的生活。恳求你保守这块土地，互伊无受到外来的极权侵略，也是威胁。保守台湾生存发展，恳求你坚固台湾人民的信心，愿你的公义甲和平临到这块土地，互人民会当安居乐业，生活伫真正平安内。主啊，也恳求你保守阮众兄弟姊妹的身体健康，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的，求你医治。阮知你是生命的主宰，伫你内面的生命就袂会孤单。恳求圣神大大充满阮的内心，互阮会当有活泼的生命、健全的心智，家庭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同时，嘛要为阮教会复兴、长职兄弟灵命的增长来祈祷，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乐，互教会聚会有圣神感动，会有3000群，透过查经互相分享、谦卑学习，有主的圣神，成做合一的教会。祝阮今日礼拜头到尾，愿你来建立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牧师的正道传讲上帝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要安静阮的心，好好来领受你要给阮的真理，来振兴阮的心灵，愿意来做主所欢喜的工作。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圣乐队要来吟诗阿罗上帝。有
咱真欢喜有用这次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时咱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旧约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到18节。出埃及记20章17节到18节。17节，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萝卜、乳比、牛、驴。甲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众百姓看见雷弹、四呐、扫角的声，过山顶出烟，百姓一个看见，就摇摇喘，远远徛伫。以上信息。下面。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毋通贪恋，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孩子，大家平安。平安。到伫11月，天气有真大的变化，所以牧师顶礼拜也是共款感冒啊，所以咱周报每礼拜都有刊，爱咱大家注意，就是流行性的感冒，真正有感冒，至少是牧师经验到的，是非常的艰苦啦，是非常的艰苦。就算讲平常时无啥物破病，嘛看起来规张人好好，但是若真正感冒起来，迄款的艰苦，我想咱大家有感冒过的，应该拢知影。可能是拄啊好是拜一，即个11月3号拜一去咱的港都里的里办公室去住有风社，迄天细汉查某囝学校就敲电话来讲发烧40度，紧带转去，所以表示讲住有风社甲感染接触到病毒，差不多是相似啦，所以有个人讲即个住有风社会安怎，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拄啊好时机点，即个接触到病毒，搁去注射有风社，这是为虾米？注风社以前医生拢会在场问讲，敢有身躯无爽快的意思？感冒了后，莫去注有风社，所以这嘛是即个学到一个经验咱一世人拢咧学习，嘛一世人第一遍注有风社，煞有无好的经验，但是若照着医学专家所讲，有缘咱爱去注有风社，避免真重的重症，避免重症的发生，但好佳在啦，即个感冒头晕，需要规身躯无力的时阵，就要安怎？就是警告咱爱加较休困一下。所以上帝创造人的身躯是真奇妙。当咱破病，咱四肢无力，表示讲咱爱勇敢，暂时讲我需要休困。但若咱即个感觉今仔日精神无好，可能爱暂时抽离咱目前拄着的代志，互咱超凡的代志。这拢是上帝创造咱的一个身躯的机制，互咱讲需要休困的时阵，咱袂要紧，勇敢讲我无爽快，我需要休困。休困了后，搁饲练活好一只啦，所以咱望咱大家每一遍的周报，咱都会看注意咱的即个台湾目前的流行性感冒，这是伫遮搁一遍，甲咱大家鼓励讲身躯无爽快，咱刮喙安，然后即个感冒有感冒症头，咱就爱找搁较侪的机会来好好休困。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就是爱咱好好甲伊保持健康。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
慈悲疼叹大权能的主上帝，你有慈悲怜悯，你有大气力引带阮。虽讲阮最近台湾有流行性的感冒，台湾也因为低温致到人的心无平安，人的身躯有真侪人拢感染着感冒。但是主啊，愿知你是掌权的主上帝，你通过一切的代志，你爱阮学习着爱搁较遵行你的诫命。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对伫主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互阮会当得到气力，也互阮会当搁较知影你所交托互阮的道理是甚物。恳求上帝你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有主你圣神的引带，互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听见你的圣神对阮逐人所讲的话。我祈祷受法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问咱细汉的时阵，若犯错，咱敢有甲咱的士大人也是老师来辩护讲？啊，大家拢安尼做嘛？可能考试的时阵，大家拢伫遐作弊，然后真不幸你互老师抓着。可能咱在座拢模范生啦，但是咱应该也有看过有咱的同学安尼辩护。啊！大家都作弊嘛，你怎么只抓我？他也作弊，他也作弊，为什么你只抓我？也是讲咱大汉了后，咱开车，咱骑奥多拜，咱交通违规去互警察抓着，咱敢有捌安尼？甲警察讲啊，大家拢违规啊！啊，为什么无抓别人，敢若抓我？警察甲你抓落来。你讲啊，头前拄伫我边仔的人拢平平拢超速啊！啊，哪会你敢若抓我，无抓别人？留意下即款的辩解方式，大家拢安尼做啊，大家拢安尼做啊。敢有捌互咱会当脱罪？我想无。警察会讲抓不抓他，我就抓不到他嘛。可是我抓到你啊！赶快，老师会讲啊，校规是说可以作弊吗？老师不管大家都作弊，你被我抓到，你被我看到，那你就要被校规处罚。敢不是安尼？代志会对唔对，这是有伊的标准伫的，无在伫讲大家拢安尼做，还是啥物人安尼做，所以我也安尼做，无。是非标准就是一个，尤其真侪代志，像交通规则，限速60公里1点钟，60公里就是60公里。警察佫讲，哎，我还给你一点点的宽裕的空间。你明明开66，你明明开你66，我还可以不抓你，你开72。速限60，给你开72，你给我开72，当然我要给你开单啊，对不？代志的错唔对，也是唔对，无在伫讲大家拢安尼做，是在伫即项代志的是非本身。这讲着咱看着10条界。那个又待机了。这讲到一个咱生活，无论咱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伫生活的中间，一个人生人活地的一个道理，普遍的错误，共款伫错误，大家拢犯错，无代表讲即项错误就较轻，就较无重要。普遍的错误，犹原是错误。
所以咱用即个，我想无论教会内教会外，基督徒非基督徒，拢会当理解的一个原则。大家拢做毋对，无代表即项代志就毋是毋对。咱来看10条戒的最后一条戒。因为咱是最近第2遍来看即段即个出埃及记20章，看到10条戒，所以顶一遍咱是讲到前4条戒是讲上帝甲咱人要对上帝安怎来做。第5戒到第10戒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这咱顶件有讲到。咱即边就看到10条戒的最后一条戒，毋通贪恋，好下本，咱台语讲贪，好下本说贪恋，咱在座有人用英文的，covet，这无拄拄是讲，咱讲到贪是讲到啥物？今天我负责一样工程。工程款25万，包商跟你说，其实只需要20万，你来接洽我，那5万是你的，我写25万。来，一般人讲这是贪，那讲到贪恋呢，讲到贪恋，这就是就算你无做，但是你藏伫心中，上帝讲袂使。所以贪恋是啥物？贪恋。咱若看国语字典，对无应该追求的事物，有过度的欲望；对无应该追求的事物，有过度的欲望，这叫做贪恋。可能这是人类社会中间常常看到，也是真普遍的一款，咱讲罪恶。但是其实咱袂当否认，就是贪恋，对无应该追求的事物有过度的欲望，是严重影响到咱。影响到啥物？无拄拄是讲有人辩护讲我这样子合法啊，我这样合法，无。上帝交代10条戒的第10戒讲到，毋通贪，毋通贪恋的意思，就是这项事贪恋、贪恋会严重影响到咱安怎活出生命的丰盛甲自由，互咱生命无阁是丰盛，无阁是自由。好下本讲，不可贪恋你邻舍一切所有的。咱台语讲，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老婆、女婢、妇女，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来下这10条戒的第10戒讲到毋通贪，会当讲贪，也是贪恋。就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交托予伊的百姓的10条戒。这距离咱即马是3000外冬呢，但是将毋通贪、不可贪恋，放伫10条戒的第10条戒。有人讲看册安怎？看头看尾，因为头尾是上重要。真侪人若读册读侪了后，看头看尾就知影规本册讲啥物。第1戒我以外你毋通也上帝讲我以外毋通，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最后一戒讲毋通贪。会当讲第10条戒敢有重要？这上帝有伊的意思伫的。就算讲，咱会讲贪啦，这是人性啦，这是人性，
但是这无代表讲贪乱就是正确，也袂当代表讲哦贪是人性啦吼，所以咧心中贪即字，藏伫心中的人有比别人搁较快乐，无。咱看迄政治人物，迄贪去检察官起诉，然后咧，放出来了后，因某规工伫遐写讲偌可怜哦，这敢毋是甲咱讲，贪敢会当互咱快乐？袂啦，你永远藏伫心中迄款，就算你有摕到，你有罪恶感；你无摕到，你有迄款安怎啊？当时阮较凶的即摆我着安怎贪即字敢有恐怖？想起来，咱看到咱社会上，这10条界真正是非常的重要。毋通贪你厝边一切所有的。另外遐这，拄则讲到10条界的第10条，讲毋通贪。但是咱现代的人，比1300外冬以前的以色列百姓，会当讲咱现代人，互贪婪所捆绑。可能比以前、比古代搁较侪。咱看着电视的广告、媒体的广告、网络的广告，敢毋是拢伫遐刺激咱消费？对无？手机新出来，然后咧就请迄个俊男美女来拍广告，名牌服饰。然后女名车手拢安尼摕，为虾米？宣招足大粒，金光闪闪。咱即马拍开电视、拍开电脑，甚至拍开手机广告跳出来，拢是咧刺激咱消费的欲望，是咧。媒体拢伫即块广告内底，甲咱插一个，甲咱暗示，若你要变搁较重要，就爱有搁较侪。所以新的手机iPhone 即摆到10几17开卖前一暗，大家去排队，为虾米？我有你无？就算讲 iPhone 16甲 iPhone 17，对于我即款人来看 ，iPhone 12、iPhone 13，我就感觉真好用哪有需要 iPhone 17？一个数字的差别，几若万箍就安尼开落。也是酸椒，咱知影酸椒的化学名是什么？碳、硒。酸椒就是碳甲咱的木炭、煤炭共一个化学式，硒、碳。但是咧，广告起来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长。鼓励咱大家爱用酸椒来证明彼此的疼是永远的、袂改变的。但咱知影，酸椒的大粒、细粒，无办法保证婚姻的幸福。但是咱即马就活伫即个世界，咱若将贪婪对伫无应该追求的，毋是你的事物，有过度的欲望，咱用即个定义来看，咱真正现代人是真容易互贪婪即两字，贪婪即个物件来捆绑。实际上，贪婪
真正伫咱生活中间，咱拢感受会到，负面的影响是真大。咱讲咱台湾宝岛，咱台湾的妇女是世界，咱讲前段班，真正数字顶面看，也是真正。咱北美，住伫北美的兄弟就知影，嘿，加拿大毋知，但是美国我真知。美国通货膨胀即摆偌严重咧？以前几箍美金，3箍5箍，会当去麦当劳食啊张啦。我会记只99 cent， 咱台票30箍，会当堡哥肯的一个堡哥，上基本的迄个汉堡，99 cents， 啊，搁几60档，无起价。迄学生啊，拢中昼食迄就有够啊，食迄搁去投饮料，一个Coke，哇，安尼就食一顿中昼啊。啊，即摆敢有无啊？即摆无啊，即摆差不多加拿大毋知啊，美国差不多你嘛要去简单食一个堡哥肯啦，麦当劳啦，也是啥物 KFC 啦，拢爱安怎？美金至少要10箍啦，台票300箍以上。啊，搁食无介济，咱台湾比较起来生活过啊真好，至少是真富裕，股票一直起，然后咱听见讲电子业啦哪来哪好，然后日本观光客消费上悬的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台湾。好亲像台湾真富裕，但是咱袂当否认，富裕也带来互台湾社会真侪的问题。富裕就是刺激咱，为着要追求搁较侪，所以咱努力拍拼。但是咧，咱敢有较快乐？无，愈来愈侪无快乐的人。无论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愈来愈侪人无快乐。咱看到台湾社会，知足即个咱士大人迄辈，一直迄教咱的，知足上快乐，知足互咱快乐，知足常乐。但是咱台湾社会咧，感觉起来，即款美好的品格，哪来哪看，哪无容易看到。因为咱无意中间，咱常常自我催眠，我需要搁较济，若无，我需要搁较济，若无。所以台湾有时阵咱无小心听到，即个18%的问题，有人讲我以前一个退休了，1个月领10万，我即马领5、6万尔啦。啊，少年仔听到拢心中真苦啦即马起薪3万，啊，搁拍拼啊要害，一工工作8点钟搁无够，有的人搁爱去兼职。但是听到人讲啊，这年金改革了后我本来1个月领10万啦，即马5、6万啦那安尼我3个月出国一遍，无钱要安怎？我过啊种真艰苦，6万块我真艰苦。真侪少年人哭哈哈伫遐心中流目屎，听到即款的话。我毋是讲即个这政治有政治的问题，但是咱讲到即个知足、知足，有时阵咱真正嘛要反省咱家己，反省咱家己，无错咱过去拍拼所得到的，但是咧，有时阵咱尤其是少年人，也是一寡较艰苦的人的面前，咱袂当无意中间煞变做啥物？何不食肉糜？无饭通食
安尼，吼啊，食牛肉汤嘛袂歹啊，吼，迄叫做何不食肉糜啊，吼，学生啊，甲政府官员报即个埋怨讲，啊，便当愈来愈少啦，吼，以前便当菜肉满满，即马便当愈来愈细粒，啊，官员安怎回答？这真实的代志啊，你可以吃2个便当啊。咱但是咱真正嘛爱转来想，就是有时阵咱煞自我催眠，我需要搁较济，若无我需要欠搁较济，若无我以后要安怎？我需要有搁较济，安尼咧，万一出啥物代志，我会当安怎？这会互咱造成啥物款的情形？煞变做咱摕袂到咱家己所想要得到的物件，咱就开始怨天怨地、怨老爸、怨别人。过来，现代的社会，即个贪恋即件代志，贪恋，可能也互愈来愈侪人毋知影感恩。你讲，这拢是我家己拍拼得到的，这拢是我老伙老官所得到的，然后咧，毋知影感恩。现代社会，咱重视啥物？个人的权益，但是敢有可能咱真容易用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这4字？煞毋是用感恩、感谢、感激来看待咱家己所有的，咱家己所得到的，咱认为讲这是理所当然。咱知影辛苦拍拼，辛苦拍拼，但是咱真正会当修成，这也是因为上帝保守，上帝带领，也是真侪甲咱做伙合作的人，做伙努力所得到的。咱敢毋是就爱用感恩的心来享受这一切，毋是用理所当然。我流汗我就爱得到，我出力我就爱得到。那安尼吼，永远，就算大家同事，大家做伙合作到后来，拢嘛是会冤家，就是欠缺即款感恩的心。为什么这一切变安尼？毋知影感恩，毋知影知足，袂当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贪恋。互咱人看别人，敢若看到啥物？敢若焦点伫别人有啥物，是我家己所无的。所以咱转来看出埃及记20章，当上帝讲毋通贪，伊是讲毋通贪啥物？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萝卜愈肥牛如，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再讲到一个心态，就算你也有厝，你厝边有厝，但是咱会想讲，我无得到的可能会较好哦。咱细汉的时阵，囡仔时代敢嘛有即款，老师送咱礼物，每一项拢有，但是咱会看咱隔壁。老师敢会特别偏心，互伊较好诶？你会想讲，要看卖我隔壁敢有较好？就算讲老师甲我讲，甲咱大家讲礼物拢嘛共款，但是迄著是一款人的咱讲人性。但是即款人性中间的一个大问题，互咱永远袂快乐，互咱毋知影知足，互咱毋知影感恩。
因为咱敢若焦点，咱看别人就是焦点伫别人有啥物是我家己所无的。这至到咱看无着别人的欠缺，也搁较无办法，互咱会当体会着，就是其实咱家己，咱大家会当做伙来改变现况。而咱看别人，无看到别人的欠缺，也无伫别人的欠缺的中间，会思考讲安尼上帝互我要安怎来做，来改变。咱敢若看到别人有啥物是我所无的，咱敢若看到别人。有啥物是我应该也爱得到的？无论用啥物款的手法，我就是要得到。所以，至到社会种种的问题，所以例如遐这，上帝爱咱第10条诫，毋通贪，不止毋通贪，毋通贪咱厝边一切所有的。这意思就是，咱袂当过度伫遐，干那注意着家己所无的物件、事物，家己所得袂到的事物，家己毋是咱应该得到的事物。因为人若过度注意着家己所无的事物，咱就看无着别人的需要，看袂着团体的需要。这个新闻的图就是爱互咱提醒着咱，好提醒着咱。有人讲年金改革了后，我本来一个月退休。领10万，即马剩5万，我袂当生活哦。有偌济老大人，因为种种的原因，佫需要伫外口继续伫遐拼。有的是因为囝儿，有的是因为另外一半的需要，有的是无亲像咱有退休金。因可能以前所做的头路是无退休金的，生理收就收啊，也是种种的原因，至到70、80岁，搁爱伫外口流汗来拍拼。即个新闻相片啊，新闻相片啊，讲到咱世界逐个拢有的少年人。甲老大人往往煞是社会中真弱势的2个族群。咱讲清贫问题、青年贫穷的问题，甲即个咱讲老大人长照问题、长照的一个困境，好，搁转来10条诫的最后一条。讲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萝卜愈肥牛如，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安尼咱要怎样来做？咱要怎样来做？讲到怎样来做，上帝交托这10条诫，毋是简单的律法条文。这内底有真侪信用，也是咱个人的性命，咱要安怎对家己来活去？大先，咱就爱学习有着咱家己每一件受到上帝祝福，咱拢爱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所以，咱感冒得到好了后咧，
咱感谢上帝保守咱，伫咱身躯艰苦的时阵，伫咱心灵忧愁的时阵，伊带领咱行过死荫的山谷。每一件受到上帝的看顾，得到上帝的祝福，咱来学习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我想咱台湾人较含蓄，咱常常较袂安尼，咱会惊讲这敢是会互人感觉讲咱迄家己即个自夸，也是伤过头，伤过头车花，即个伤过头偏捧家己。但是毋是哦，咱看到华语的教会。因足自然，因为迄对细汉主日学就安尼来练习，真诚实来讲出家己感谢上帝的事，这是真自然而然的，也袂有迄款偏捧家己的熬，毋是宣传家己的熬，就足自然而然。咱若伫遐客，当然就真容易表达顶面就无拄好。但是当咱慢慢啊，咱感谢上帝的带领，感谢上帝的保守，感谢上帝伫咱毋知的时阵，就伫遐甲咱做伙同行。咱伫教会内底，咱学习，咱练习，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过来，咱爱甲咱主内兄弟姊妹会团契生活中间，咱做伙用诚实来伫上帝的话，咱做伙来面对人生中间的贪恋这项代志。搁一遍，贪恋的定义就是对得袂到的事物，无应该追求的事物。有过头的欲望，这叫做贪恋。咱有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咱用圣经的话来面对这个人生的一个大问题。咱千万拢莫忘记，上帝予这间教会奉伊的名来起造，就是咱主内兄弟姊妹，咱会当互相扶持。会当彼此担当，过来面对人生的软弱，咱基督徒有一件强搁有力的武器，这就是基督。咱爱求上帝，予咱对咱所有的、所拥有的，咱来感恩。咱求上帝提醒咱。侪咱较无会当得到的，其实毋是咱真正所需要的。咱也求上帝帮助咱，会当伫单纯甲对人的慷慨的中间，得到真正的欢喜快乐，真正的欢喜快乐，无在伫我有搁较侪。无在伫我得到我所有我想要得到的，真正基督徒的欢喜快乐，在伫咱会当单纯的活，在伫咱会当彼此慷慨。弟兄姊妹，当咱专心注意伫分享上帝的祝福，咱就无搁会为着别人有我家己竟然无的即款事来感觉操烦。咱才会当经验到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20章35节。咱台湾人爱特别注意哦。花莲迄个叫啥物慈济，因有迄个春联，顶面的也学咱基督徒讲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边仔写是啥物？毋是写使徒行传20章35节，伊写啥物？正言语录啦。你这来看，咱莫受气别人。台湾言论自由，但是咱就要知影，咱圣经的道理是真正会当感动人的。圣经的道理会当感动着不教徒，感动着无宗教信仰的人。咱家己基督徒咧，咱敢毋是搁较爱做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咱专务伫分享上帝的手术。上帝的祝福，咱无搁是去管别人有，我竟然无啦！伫遐安尼操烦，伫遐紧张，落去遐做，知足、感恩，并且慷慨对人，这才是互咱真正得到心灵的自由。但是要安怎做？咱爱倚靠上帝，照着上帝的话，求上帝的圣神带领咱。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主比疼痛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感谢你，伫3000多年前就将10条诫授予互你的百姓，互阮伫即马。面对伫比3000多年前较大的信仰挑战的中间，阮有主你的话来成做阮会当遵行的。主啊，阮今仔日特别看到贪乱的即项代志。主啊，求主你，互阮会当真正来学习，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所束缚伫阮心上的，阮也会当全部伫分享你所授予阮的束缚，互阮身躯边所有欠缺的人，互阮会当透过学习分享你的话，学习慷慨来彼此相款待。你互咱会当活出知足，佮得到真正的欢喜快乐。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无互人性的软弱所捆绑，互阮会当真正用感恩的心来活出你所爱阮活出自由佮丰盛的生命。阮安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互相三勉励。这时，咱要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611首，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哪准忧想真快乐。逐时刻学乐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为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着跳大欢喜，耳条主毋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圣诗611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Sing
请坐。只是请咱来奉献，请秋妹结束甲吴勇结束来书献。下面报告，请咱大家掀开周报。咱今日真欢迎为加拿大转来，即个苏长老的兄哥、阿嫂，还佫有孙仔，会当来到咱教会参加聚会，咱大家鼓掌来欢迎。也欢迎恁，若伫台湾这段时间，拢来参加阮的聚会，多谢。报告事项，第一项，明仔载
就是11月17上午10点，要伫济南教会召开7星中会的即个聚会。本会啊，有牧师甲我本人代表出席。第二，下礼拜主日是咱感恩主日哦。礼拜中要举行圣餐，咱感恩献谢的，要由即个宝硕新创顾问，即个郑九康弟兄吼。这郑九康弟兄，伊是门诺会南口的迄个文化教会的会友吼。这个郑九康弟兄要来甲咱分享生命的见证，咱欢迎兄弟姊妹，咱邀请厝的人也是朋友来参加。第三，下礼拜主日后，下礼拜主日后。由我本人来有准备简单的即个午餐吼，咱食饱了后，若有时间吼，有时间的人，那欢迎来斗阵来布置咱即个圣诞的布置吼。第四，就是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的读经聚会吼。咱是采用总会每周圣安宫读经用每周圣安宫读经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第五，需要牧师探访，也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甲牧师讲，也是甲中职联络，通来安排吼。下礼拜感恩主日的即个题目经文甲启用圣诗，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倒边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每周的圣安宫查经是拜五暗时7点半吼。咱插会班是每个月一遍，每个头一礼拜，伫拜六的上午10点。咱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的，请即个民兵结束，也是唱美结束来更正吼。咱来看圣港事奉吼，即礼拜交代是友来兄甲谢崇济。插花是唱美结束，称号嘛是唱美结束。后礼拜讲道是郑九康弟兄吼，书会是唱美结束，书琴是牧师娘，领唱是舞咏，书献是舞咏结束甲民兵结束，交代是文良兄甲宪宗兄，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素琴节。咱来看正平下面本周的金句。咱即礼拜的金句是出埃及记20章17节，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咱用台语，大家来读2遍了后，再用华语读1遍。请来，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奴仆、女婢、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20章17节。这是请大家做愿为委员用拱手来互相请安，来平安哈。
就是咱要来吟圣诗第396首，圣诗第396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分对主骹步，对主骹步，对主骹步，经过旷野主带路。临时煞则请牧师来祝祷。当要散会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分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经过万变对主生命，总完成只愿听呀，真理传播百倍修行，是过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到天做见证。教会温馨美安最近，所修炼温暖天天，我的心声各自帮助，我苦我在温无限，温电无限，温电无限，孤单中我同随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基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